各位好，歡迎嚟到大象電視台。而家係2025年嘅4月7號晚上11點半嘅時間。我想同大家報道下我今日做戶戶送嘅情況。我12點半就開始做戶戶送啦，喺北角區。但係一路都冇單。去到2點多嘅時候呢，喺我嗰個程式度都反映咗話戶戶送已經係被接管啦。喺呢個時候，我都已經係可以話完全放棄呢個戶戶送嘅平台，因為佢唔會再俾單我㗎啦。我哋英文我哋叫 liquidate 啦。我認為自己都已經係對戶戶送係盡咗自己嘅職責㗎啦。從此香港就冇呢個戶戶送呢間公司，只係得返另外2個外賣平台。我感覺到係一種光榮咯。臨尾我都已經係為佢盡咗忠，冇去做其他嘅平台。即係喺嗰段時間12點半至到2點嘅時間。呢間公司本來話佢去到3點度都仲有可以係接單，但係佢傳咗個通知出嚟就知道係冇可能啦。同埋我相信佢背後嗰啲電腦啊，各方面嘅嘢都已經係掹咗線啊，開始係拆卸。我當係一個象徵意義，幫埋佢最尾嗰一日。已經係當係功成身退咯。及後呢，我2點之後呢，我就再做其他嘅送貨平台同埋外賣平台。今日畀到一個好好嘅回憶畀自己。雖然有不捨，仍然都要面對將來。希望各位外賣平台嘅專員都繼續努力為大家送上美味嘅食物，努力做好自己嘅工作。戶戶送已經將嗰個資產賣晒畀另一間公司啦。就希望佢嗰間公司都秉承戶戶送嘅專業態度，繼續服務香港嘅市民啦。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晒各位，拜拜。